在2026年的數位環境中，用戶信任是最脆弱的貨幣。隨住網絡威脅的不斷演變，建立數位信心需要戰略性地轉向高、安全性身份驗證，在不損害用戶體驗的情況下保護數據。實施安全優先的網頁設計，意味着將多因素驗證、MFA 和生物識別金鑰、Passkeys 等先進協議直接整合到初始架構中。在 WebQuikes，我們認為專業的安全不應讓人感到是障礙，而應像是一個優質的品牌承諾。高安全性登錄流程的技術，實施需要高性能的網頁寄存環境，能夠以接近零延遲的速度處理加密握手。無縫的響應式設計界面必須由複雜的金融科技案例級後端架構提供支持，利用 Stripe 進行安全身份驗證，或 Salesforce 進行受保護的數據管理。透過優化技術架構，以減少驗證過程中的摩擦，我們確保用戶感到安全且受到重視，而不是被複雜的門檻所困擾。從電子商務系統營銷的角度來看，安全性是一個強大的差異化因素。客戶更傾向於回到一個展示了透明且穩健數據、保護實務的電子商店。我們的過往案例中充滿了各類案例研究，顯示升級到安全的現代驗證方式後，長期用戶流傳率和終身價值顯著提升。當安全處理得當時，它就成為驅動品牌忠誠度和市場權威的無形引擎。歸根結底，建立數位信心是為了在威脅環境中領先一步。專業的關於我們網頁開發服務是在堅不可摧的保護與流暢的易用性之間取得平衡的藝術。如果您目前的驗證流程顯得過時或存在漏洞，現在就是聯絡我們重新設計安全策略的時候。在 WebQuikes，我們打造用戶樂於身處其中的數位堡壘，